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9月2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9节到56节，耶利米书32章36节到44节，雅各书第5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敬过有钱的人。有关圣经咧讲的有钱的人，也是一个另外真容易互人误解的圣经的教导。亲像耶稣基督伊捌讲过，富有的人要进入天国，比骆驼穿过尖片搁较困难。所以，因为安尼有真侪迷信者对的人呢，对伫即个基督教的信仰来批评讲，基督教是反对财富。即种对字面来了解圣经的方式，当然是一定会出现问题、无正确，产生误会。也好若亲像咱昨讲着无冷无热的水共款，圣经内底讲论着富有所带来的问题，是咱必须爱倒转来去当初时的背景。就好若亲像伫礼拜日咱的信息中间，咱引用阿摩司书第6章第1节的经文所咧讲的。恁住伫锡安无寒无露，踮伫撒玛利亚山无烦无恼的人啊，恁惨啊！恁想要讲家己是以色列人民所倚靠，是万国有名望的领导者。甚至搁进一步来讲，第4节，恁倒伫像鹅的面床，坐伫天椅，食羊群中间上好的羊仔，牛条来肥搁软的牛仔，逍遥唱歌，亲像大笔弹琴作诗，恁啉酒一碗煞一碗，抹上好的香油。毋久无为着以色列特别毁坏来悲伤，所以恁会大声受领，逍遥宴乐的结束。搁较明白来讲，当人进入伫富足了后，就容易失去迄个警觉性，就开始伫安逸笨蛋的生活。所要追求的就会失去方向，失去应该爱有的价值观，甚至咱讲因是为富不仁，这正是咱伫先知以及耶稣基督会提醒的事。亲像阿摩司书先知所讲的话，以色列人伫生活顶悬，因为富足，然后开始起笨蛋，因为起笨蛋就离开上帝的真道，因为安尼就受掠，失去一切的祝福。但是满有慈爱怜悯的上帝，伊有应允以色列人，将要搁再次互因转甲伫应允之地。也好若亲像耶利米先知伫耶利米书32章36节到44节的经文安尼讲着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我安尼讲，耶利米啊！人拢讲战争、饥荒、甲瘟疫，要互这个城沦陷伫巴比伦王的手中。现在你留心听我讲，我捌伫万分的
的下面，将我的子民放逐到逐国家去。现在我要对遐个所在将因来聚集起来，带因倒转来，伫遮来安居乐业。迄时因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因的上帝。我要赐因一个专一的心，通好将心敬畏我。为了家己甲子孙来无幸福，我要甲因立永远的约，不断为着因的幸福来设想，通好互因专心敬畏我，无搁再背离我。我要专心一意为着因来求幸福，互因伫即块土地顶悬有根有基。我捌互因遭遇着大灾难，我也要照应允将一切幸福赏赐互因。人人拢讲即块土地要荒废，无有人也无有动物，伊要将因交伫巴比伦的手中。但是我讲，人要定心伫即个土地顶悬来叫买田地，人要伫便雅悯的境内逐所在，耶路撒冷四周围的市镇，犹大逐城市，山区的逐乡镇，山峦的庄头，甲犹大南部逐所在买卖田地，签订地契，来密封这个地契，请人作证。我要互我的子民伫这个土地顶悬忠正家园，我上主安尼宣布。经文甲咱讲真清楚，上帝应允并且真实是要带领以色列人来归回，互因搁再次进入迦南应允之地，来重新伫因的家园来过生活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，特别是伫因唯一上帝受领了后，上帝悠然实践伊的应允。但是呢，以色列人必须爱记得历史的教训，因为因也捌伫这个应允之地徛脚过，也捌伫这个所在步有过。但是因却慢慢因为安逸来失去警觉，因为安尼就再次伫进入应允之地享受上帝赐福的时，就必须爱被提醒，免得因搁再度因为安逸来离开上帝的真道，进入伫灭亡。雅各安尼来提醒基督徒，伊讲安尼。恁有钱的人，听我讲，恁来为遐个要临到的灾难来低靠。恁的财富丧失啊，恁的衫互虫蛀去啊，恁的金银拢生鲜。这个生鲜要做控告恁的证据，佮亲像火共款来吞灭恁的身体。伫这个世界的末期，恁只有知积聚财物，恁剥削伫田里对恁做工的工人，靠因的工钱，因咧控诉恁。遐个收割的工人话冤枉的声，已经进入到驻万军统帅的耳孔啊！恁伫世间上车花香乐。将家己饲甲肥，等待要受害日，恁一定无辜的人的罪，害害因，因并无伫抵抗。雅各真明白来指出，这个不有的人，因真正是为富不仁，欺压剥削人，
的人袂记得家己的生命的中间所有的一切，拢是来对上帝的赏赐。因了做家己的能力真好，不但专心追求财富，搁较袂记得爱行好。耶稣基督捌提醒军队者，毋通只有追求世界的财富，爱搁较努力来积聚财宝伫天顶。耶稣基督以及基督信仰教导，毋是反腐，乃是反对因为财富来欺压人遐个有钱人。耶稣基督到伫撒该的厝呢，虽然咱毋知影耶稣基督甲伊讲甚物话，但是咱知影伊了后就改变。这位本地真高德的财主，伊宣布讲：主啊，我所有一半要真济送向人。我若欺骗甚物人，就刑伊4倍。这是《路加福音》19章第80个经文。耶稣基督反对的是该撒错误的行为，毋是反对伊的人，或者是伊的财富。耶稣基督也甲一位有钱的人讲：你还阁欠一项，着去卖你所有的产业，将钱捐互送向人，你就会有财富积聚伫天顶，然后你就爱来跟对我。路加福音18章22节。富有其实毋是问题，但是为富不仁是上帝所切心的，而且将追求财富当作第一重要目标，却无愿意听人荣耀上帝。安尼的人是毋是会当得到永生，就非常明白啊。诗篇119篇49节到56节。求你会记得对你的仆人的应允，因为你互我有望。伫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；对你的应允，我得到活命。骄傲的人一直侮辱讥笑我，要求我毋捌偏离你的律法。上主啊，我会记得你古早以来的规例，对才会得到安慰。我因为遐个气杀你律法的歹人起大受气，亲像火伫倒。我无论出外去倒位，拢用你的规例做诗歌。上主啊，我眠时会记得你的同在，遵守你的律法。我得到福分，因为我有顺探你的律例。感谢上帝赏赐满满的恩福，求主帮助阮伫丰盛恩典的下面，阁有谨慎敬虔的心志，互阮袂跌到安稳富裕的中间来开始安逸，失去警觉，持续会通行伫真理的道路顶悬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